将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供应链。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了一项法律草案，旨在打击显示强迫劳动的商品。尽管欧盟强制性法案不针对任何地区，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一法案的推出也是部分欧盟议员关注维吾尔人权问题的结果。据维权人士指出，欧盟的规定与美国于6月21日颁布的名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立法例则，给美国法律禁止来自中国维吾尔地区的利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估计，全球大约有2760万人处于强迫劳动状态。哈中签署新时代关系联合声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两国建交30周年之际签署联合声明。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14日下午抵达哈萨克斯坦，受到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等政府官员的热烈欢迎。在正式会谈后举行的仪式上，习近平被给予哈萨克斯坦最高荣誉金银勋章。伊朗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文件。伊朗和上合组织签署了关于给予伊朗在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资格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侯赛因·阿卜杜西扬在其推特账户上分享的一条消息中表示，他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与该组织秘书长张明签署了关于伊朗正式加入上合组织的承诺文件。帕西尼扬105名亚美尼亚士兵在冲突中丧生。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表示，105名亚美尼亚士兵在阿塞拜疆边境的冲突中丧生。阿塞拜疆此前宣布准备交出在亚美尼亚挑衅引发的冲突中丧生的约100名亚美尼亚士兵的遗体。世界各地维吾尔人抗议中国的饥饿屠杀。世界各地维吾尔人举行示威活动，以抗议中国当局在所谓清零政策下对东突厥斯坦人民进行饥饿屠杀。9月13日，澳大利亚东突厥斯坦协会组织在澳大利亚议会前举行的抗议活动。居住在瑞典的维吾尔人参加了瑞典维吾尔教育协会于9月13日在瑞典议会前组织的抗议活动。此外，居住在日本和美国的维吾尔人在日本首相府和白宫前举行抗议示威。昨天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门前举行的抗议期间，示威者向使馆大楼投掷石块并点燃了火，谴责中国在东突厥斯坦进行饥饿灭绝。